美国大屠杀纪念馆防止种族灭绝中心在昨天公布的最新报告中说，现在有合理基础可相信，之前中国当局被控对维吾尔人采取的违反人道罪行还在持续增加，当局并同步行动掩饰问题的严重性。大屠杀纪念馆良知委员会主席波恩斯坦表示，中国政府尽全力不让维吾尔人受罪的消息曝光。中国政府必须停止攻击维吾尔人，并允许独立国际观察员调查，并确保这类犯罪已经停止。台湾国防部昨天公布国防报告书，指中国大陆方面对台湾安全构成严峻挑战。国防部在报告中认为，大陆军方逐步推动国防建设和军事改革，对台湾的安全造成严峻挑战。台湾国防部认为，大陆已具备对台湾重要港口、机场及对外航道实施联合局部封锁，截断海空交通路线的能力。消息人士强调，美国从风能和太阳能获得的电量在大约10年内增加了约4倍。如果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继续下去，该国2035年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。据悉，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了至今为止出口过的最大、最先进的军舰。据中共媒体人民日报消息，生产该舰的中国国有企业中船集团在上海举行下水仪式后宣布，该舰已交付巴基斯坦海军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，外国势力正试图破坏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关系。拉夫罗夫在俄罗斯报上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，最近在哈萨克斯坦发生了一系列排外现象的共鸣表现。拉夫罗夫表示，哈萨克斯坦对讲俄语居民的排外事件旨在破坏两国之间的对话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表示，他可能会在2022年中期选举后宣布2024年竞选总统的决定。不过，在谈到是否会坚持这个时间表时，他表示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在那时宣布竞选，这可能是适合的决定，很多人都在等待这个决定。在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发生移民危机后，欧盟宣布暂停为白俄罗斯官员提供签证服务。欧盟理事会在一份声明中说，这一决定是对白俄罗斯政权发起的混合攻击的回应。